虽然还未开始休过年，不过这桃园机场最近人是吵咯。桃园机场公司预估讲，今仔日呢会有16万1000间厝，是疫情过后上界济纪录。书上大顶悬行李一个接过一个，报道柜台头前人是吵，因为新正年假伫要到啊，出国旅客明显有变较济。桃园机场还阁捌传出行李输送带，因为记载袂调，造成大量行李卡关的问题。桃园机场公司预估，12月里运量会达到16万1000间厝，是疫情了后的新高。那会担心吗？哦，会。过年啦，怎么说？就是感觉大家都在出国。今天是有提早来吗？有啊，我们通常习惯都会提早大概2-3个小时过来，这样子。为什么会想要提早？因为怕有些临时状况啊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多人，或者是有时候临时什么东西没带，至少还有机会可以补救这样子。假期都还未开始，机场出入的人潮明显增加，旅行业者嘛预估休困日会搁再创下高峰。今天我们预估呢，大概会有16.1万人次。那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创了疫后的新高哦。那如果以去年平均13.8万人次来看的话，其实成长的幅度有将近2成以上。今年的春节假期总共有9天，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可能预计增加到平常运量的20%到25%左右。针对春节疏运，机场公司嘛增加新的措施。出国的旅客当伫官方网站甲现场的扛棒，看到过安检预估的时间，嘛已经针对春节疏运启动相关的机制。航空、地勤、机场公司等等的单位，嘛会加派卡手来运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